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呢，是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日冬以来上强冷空气报道，今仔新北市的富贵角温度上低，只有12.7度。总统蔡英文今仔到宜兰参加咱国家己制作军舰落水佮交船典礼，总统讲未来咱的战术会愈好啊。经过15年的打拼，马祖的胃癌发生率减少5.3%，死亡率降低2.5%，这成果嘛受到其顶尖的医疗期间，更是方面的故事。来看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报道，今仔台湾本岛平地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富贵角，只有12.7度。气象局表示，1月到18拜五，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较烧热。也毋过，天气风险公司是表示，第一，又有后一波的冷空气强度是甲这波差无偌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也是冷叽叽。今仔日15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市石门区的富贵角，敢若12.7度。气象局表示，15到17北台湾湿淡，其他地区早晚嘛真寒，一直到18拜五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较温暖。另方面的北部、东北部落雨的状况嘛才会转好。明天清晨低温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北部、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5度左右，其他各地大约16度到18度。当然，沿海空旷地区或是有些靠山区的地方，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在北部、东北部、东部还是持续湿冷的天气，其他各地早晚的天气是比较冷或凉的。15透早，真侪观测站，包括新北、桃园、甲新竹，拢测到今年寒冷以来上低温。天气风险公司指出，15透早已经是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阵，了后温度会豆豆回升。拜四到拜五18较烧热的状况嘛较明显，毋过转落去21、22，各有后一波冷空气报道。21、22哈，大概是我们冬至的这段时间啊，它的强度目前评估看起来应该是接近我们这一波的一个强度啊，所以预估北部的沿海及空旷地区，它的温度应该大概是就接近在12度到13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平地的一个低温大概就13到14度。虽望北部、东北部继续受到影响，温度阁会明显降低，毋过天气风险公司表示，甲这波湿淡的冷空气比起来，后一波会较打冷，落雨的状况嘛会转好。东南部日是同款天气真温暖，无受到什么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哦，除了温度是降真济，空气品质嘛是无介好。台湾的西半部、云林以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红色警示。也毋过哦，过到了，空气品质就会豆豆变好咯。寒冷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报道，台湾气温明显降低，则是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暗时8:27，马祖干那7.9度，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市富贵角13.4度。若是这个湿淡的天气，气象局预计寒到拜四，全台湾平均温度超16至19度。另外，迎方面东北部到嘉南、宜兰等等的所在，会有落大雨发生的几率。若是这波冷空气除了互天气变寒以外，嘛带来对中国陆南的空污，尤其是台南市，对13月仔到14早起空污真严重，规岸片2.5的指标拢是叫我色的，空气品质全国上歹。就会觉得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天空有点雾雾的，就会想要躲在室内里面这样子。一定要戴口罩，不然一定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流鼻水这样子。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的监测，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空气品质指标 AQI 拢是红色的警示层级，主要拢是丰沛营业。云林以南可能恐怕都还是，就是说大概橘色以上，甚至都在红色警示等级。预估明年的白天才会逐渐的改善。环保署表示，空污的影响程度，因为中国空污累积的状况，有落雨的情形来变化。预计15早起过了后，空气品质会改善。受到中国外海陆南的影响，高雄市环保局是启动污染大厂降载、严禁工地压水等等的措施，嘛呼吁民众爱减少伫咧户外，避免激烈的运动，而且出外嘛爱挂嘴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指挥中心，公布讲，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武汉肺炎的病例，一位是菲律宾移工，另外一位是印尼移工。即节嘛传出讲，台湾有驻运1000万剂疫苗，目前是已经委托中营航空来改装货机，增加冷藏的设备，通来载这疫苗回国。早起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伫嘉义接受访问，并无否认，也毋过时间佮数量，部长是无讲详细。
英国、美国陆续开始做辉瑞和 BNI 合作的疫苗，即马有消息指出，台湾嘛买到啊。指挥中心透过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AX 买到辉瑞的疫苗，而且已经委托中原航空进行飞机的改装，增加液态氮冷藏设备，随时要运送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会知影出席家己的活动时阵有承认。我们是会有啦，这1、2礼拜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讯息，再跟大家做报告。那疫苗的剂量大概有多少吗？这个好像是透过这个 COVAX 平台来做一个评分的均分的。很多的管道都在同时进行中。不过，对于时间和剂量的数目，陈时中强调有较明确的消息会搁再报告。辉瑞疫苗试验有效率有9.5%，需要拍2剂。运送保证需要伫摄氏零下70度，一抓有高上侪40万剂。专家表示，用空温液态氮运送疫苗，要克服压力和温度控制的问题，而且防止外漏、分仓保存，对航空业是袂小的挑战。绝对不能让它泄露出来。泄露出来，它是一个自行性的一个气体，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控制器就很重要。如何把它这个冷冻的液态氮，它大概可以到-80、-90度 C， 但现在我们要的是-70度 C， 所以它如何精准的控制，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冷冻的技术。两间国际航空嘛展现无提示的态度，华航表示已经陆续接到真侪间业者来问疫苗运送的计划，目前拢在安排中。中原航空嘛强调，有辉瑞疫苗运送的能量，会当提供全方面的服务。记者嘉义台北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到宜兰参加咱国家己制作军舰落水佮交船典礼。总统讲，这2种军舰虽然不是大船，也毋过性能是真好。未来嘛会使互咱的战术规划如下活，增强咱的战力。现在我命名你为塔江军舰。总统蔡英文上定身体多工级军舰量产型第1台号名塔江舰，伊嘛特别တင်准巡视保雷艇。那么今天的2艘舰艇都是具有高速的机动性，其中沱江舰深获国际的认同，原型舰经过性能精进之后，具有更强大的打击火力。这摆的塔江舰是依照台东的塔瓦溪来号名，象征台湾做人唔惊艰苦的精神。另外一个意思是海上的堡垒。原本的海军多工级原型舰已经服役5吨外，量产型的塔江号除了提升到700吨，满载船速有30节，嘛装配有3支对空搜索雷达。反乱飞弹、加76快跑系统，会使讲火力强，阁有防空能力。保雷艇有自动保雷系统等等，嘛是台海防御袂当欠缺的。从大型军舰到小型舰艇，每一艘不仅性能优异，而且很快的建造完成。内部装备和零组件国造的比例也日益提升。我们在未来也可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相关装备和零组件的供应的来源。自前一站各做畅水艦来起工，到多工级安平艦交船，搁到今仔日多工艦量产型落水等等，国军连续向外界展现国防建军的成果。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宜兰报道。来看 F-16战机失事哦，驾驶搁飞行机目前拢搁找无。空军负责 F-16战机维修的花莲第5联队却传出违规的事件。伫12月初，有4名阿兵哥伫营区内面饮酒哦，搁甲影片传到网络顶头。空军司令部今仔是强调讲，一定会依法来处理。负责修理 F-16战机的分队一位姓黄的机工长，这个月初带烧酒入去军营，甲其他3位阿兵哥做伙饮酒，佮甲影片传到网络顶头。空军司令部是表示，接到通报就开始调查，会以治安违规佮伫营区内面饮酒来处罚这4个阿兵哥，因的长官嘛是爱负部分的责任。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用3倍券卖网价要送予伊查某孙仔，发票嘛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台北市长郭文地是批评讲，有啥物款的头家，就有啥物款的发言人。苏贞昌今仔是表示，是家己野家，会来要求当年检讨相关的机制哦。另外，调查政党是要求美国猪肉进口应该强制来标示敢有莱克多巴胺，也毋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认为这无该妥当。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了要推广3倍券，进前去卖台湾原创网价卖送予查某孙，所传讲发票顶头有拍行政院的统编。
苏贞昌伫第一时间解释讲有人家暴，引起了争议。台北市长郭文铁考试讲，有啥物头家就啥物发言人。对此，苏贞昌15时解释讲，家暴的人是伊家己。责成秘书长对于有什么这个公款如果有不当运用，或者有什么糊涂办事，好好了解，在机制上不要让再发生。伫这群一直传讲内阁要改组，苏贞昌只敢会做到明年底。对此，苏贞昌强调，会当为国家服务，总统甲行政院长知影彼此之间的辛苦。面对政府是毋是要强制标示内资，条件一直差。经济部长王美花讲，若是台湾有规定爱强制标示内资，那会是全世界唯一，引起 WTO 的疑虑。更加何况是要谈论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你还没有加入，结果自己就做一个自己专业判断上就非常有可能会被认为，那你都违反，那你怎么样去说服人家？对加拿大超支有明确表示含有3百斤。王美花讲，加拿大是采取自愿标记，甲台湾所推动的方向同款。政府也欢喜看到业者愿意安尼去做。另外，认为这个政府用食安换取贸易协定，苏贞昌强调。台湾若是锁国就无未来，因此内底的政策会标榜食安第一，行向国际，同时也一定会照顾国内的市场业者。一直往美国靠拢，而美国马上就一张台湾买单。蔡总统绝对把台湾人民食品安全放在心中。另外，伫这群欠水真侪地区宣布停灌，你会担心25000位农民的生活。提出限贵清疏立即上岗的计划，安排清理高圳除草的工作。苏贞昌讲，会要求农委会研究，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的选举人团总投票，拜登最后是以306张选举人票超过270张的当选门槛，成做后一届的美国总统。现任的总统川普是摕到232张票，总川普嘛便宣布讲，之前表示讲无发现选举有作弊，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会伫耶诞节之前来离职。拜登暂时以306张的选举人票，大幅度超过270张当选的条件，成做新任的美国总统。在演说当中，拜登强调讲，这届大选代表人民的意志胜利。Once again, in America, the rule of law, our Constitution,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revailed. Our democracy pushed, tested, threatened, proved to be resilient, true, and strong. 拜登嘛向摕到232张选举人票的现任总统川普发声，呼吁伊爱停止法律的特权，承认败选，因为美国人民就要掀开历史新的一页。And now it's time to turn the page, as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to unite, to heal. 全美国5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团，14针对11月初3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投票。今年无所谓走票失信的选举人，包括宾州、威斯康星、密西根等6个摇摆州的选举人拢投给拜登。因若前美国总统华盛顿，甲因牵手前国务卿希拉蕊，拢是纽约州的选举人，14嘛有参加投票。拜登嘛顺利摕到纽约州的29张票。当拜登确定摕到加州55张选举人票了后，嘛正式超过270张当选的条件。Joseph R. Biden of Delaware, a Democrat, ayes 55, noes 0. 美国国会会伫明年1月初6举行国会联席会议，由现任的副总统潘斯主持，正式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受认证的总统当选人会伫1月20宣誓就职，成做第46任美国总统。14川普嘛铺文证实这个代志。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会伫圣诞节进行离职，部长的职务会由副部长来接。巴尔12月初伊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阵表示，司法部并无发现会当改变大选结果违法的证据。迄当阵外界就要预测巴尔会去互川普洗头路。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即卖英国的家庭医师，80岁以上的老大人，佮有长照机构的社工人员，拢会使先注预防针。也毋过，英国卫生部嘛发现讲，伫英格兰的南部发现武汉肺炎变种的病毒，传染的速度是比现在的病毒更愈较紧，嘛已经向 WHO 通报了。
英国疫情也是在滚加，尤其是伦敦部分地区，过去一礼拜确诊数量增加真济，上严重的黑福林区，顶礼拜感染率已经来到每10万人当中有506人确診。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伫咧夏季院證實，倫敦都16開始逢月日起疫情警報上懸的第3級。Turning to London and South and West Essex and South Hertfordshire, in these areas where we've seen these sharp exponential rises in the past week, we've taken swift and decisive action to protect the NHS and to save lives. So from 1 minute from midnight on Wednesday morning, these areas will move into Tier 3, the very high alert level. 因為耶誕節黃金週特別來也第3級疫情警報系統禁止無共家戶佇咧室內聚會，嘛會甲保齡球館、電影院等等娛樂場鎖關起來，餐廳甲酒吧間內當包頓去食，也是外送，互業者化工袂禁止。It's crap. Because I've got 2 hospitality businesses close by, and basically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both of them. So it's no good.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t seems really crowded, and I think it's a bit crazy for it not to be Tier 3 at the mo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英國疫情有警報，漢考克伫咧夏季院指出，科學家伫咧英格蘭南部發現新變種的病毒株，無力卡甲當地疫情傳播速度變緊有關係。漢考克嘛表示，已經通知 WHO， 毋過目前無現象顯示新變種的病毒株較強，還是講會互疫苗無效。There's no evidence so far that this variant behaves differently, but of course we're being cautious to evaluate this properly, as I explained. And so what they're looking at is to see if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tested for all of the variants that are identified. WHO 強調講，目前英國恢報有1000人感染變種的病毒，嘛甲英國來密切合作。若是英國拄七八開始做輝瑞甲 BNT 的新冠疫苗，上線階段拄即禮拜一開始，針對家庭醫師、80歲以上的老大人，還有長照機構的社工人員來進行注射。公視新聞鄭偉仁、鄭建功編譯。再來看咱國內的新聞，雲林西里分局一名姓王的警察，伫12月初4上班的時陣，昏倒送醫不治，和家屬甲同事是真唔甘。早起舉行告別式，嘛專工安排出山的車隊，駛經過派出所個分局，和同事來向伊致意，嘛送伊最後一程，場面是真哀傷。西里分局員警列隊等待出山的車隊行經西里分局，所有列隊的員警行禮。要送王姓員警一路好行。這個月4號會知影，西里分局53歲王姓警備隊的警員，伊是因為氣溫變化，有高血壓病史的伊，在這程中倒落來，後來經搶救不治過身，和真濟島人攏相當唔甘。公祭，我們送他人生的最後一程。那會後，我們整個公祭結束，我們還有巡邏車來引導到我們他前服務的皮遠派出所，還有西螺分局，送往他人生最後一程。也希望他一路好走，勤務結束了。西分局表示，這名王姓員警為民國78年就投入警察工課，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差不多將人生的歲月攏奉獻予警察團隊，平時工課認真，和真濟當年攏來送醫。他來我們西螺分局警備隊大概有2個月多的時間了，那他上班是非常的認真啊，非常盡責，而且啊，他是看到人就是微笑，但是就是說他非常的親切，同事啊、長官對他印象都非常的好。王光表示，王姓警員因公死亡案，嘛引起各界對警察工課重視，現在已經動用第2預備金。來買200支 SOS 智慧型的手錶，提供健康高風險員警來掛，以隨時掌握家己身體健康狀況。記者為你報道。台灣南部的課化又閣真嚴重，有連夜師佇空中去曾文水庫，看到水庫攏是草啊，遠遠看親像是一片大草坡啊。佇網絡頂頭有民眾嘛講，這敢毋是天然的高爾夫球場，雖然相片看起來是真水哦，也毋過實際上課化的情況是非常的嚴重。這個青色的草坡啊，規片看起是真壯觀、真美麗。不過，這毋是一般的草坡啊，這是曾文水庫的下底。因為欠水已經攏發臭啊，今年水情無好，南部地區欠水，才有這款罕見的情形。這個亮燈啊，佇咧曾文水庫水飽甜的時陣，是攏浸佇個水底，即馬欠水嘛攏浮出來，影片鋪上網了後，有網友甲合作天然的山球場。昨天去那邊工作的時候有去看，然後
发现怎么没有，就是没有水，然后都长得青那个草了。到一上去之后，看起来很像高尔夫球场，然后网友之间就说像一个蛮大片的绿洲型的高尔夫球场。其实这个影片讲实在的是呼吁大家能够节约用水。台湾上大的水库詹本水库，满水位是230米，即马水位降到203米，蓄水率敢若剩22.4%，水的量是1亿1413万吨。虽然讲水情无好，不过南区水资源局强调讲，供水还佫会当冻到明年6月份。目前我们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达1亿6320万立方公尺，蓄水率为27.8%。那我们也会开始做区域的一个调度资源，能够确保我们嘉南地区到明年6月供水无虞。这个比例景象的背后，叶名师吕宏杰表示，分享这个相片是要呼吁民众都爱省水。詹本水库提供南部农业的用水，不过经过水利署甲农电水利署的评估，目前已经停止明年早冬稻的引产。针对这点，南区水资源局嘛呼吁民众用水都要较省的，共同度过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11月19号公布私立高中以上学校退场条例，也毋过有教育团体比对教育部之前提出的版本，发现讲目前行政院的版本针对需要辅导的学校，原本设计一寡监督机制拢消失，伊是真烦恼讲未来会产生愈较侪空棚。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退场条例草案已经送往立法院审议，不过全教总甲高教工会搁一届举行记者会，批评行政院版本比教育部进前所提出草案的版本来比较，对方列做是辅导的学校大大放宽监督。它就是一个任意门啊，或者甚至于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巧门啊，让私校可以保住利益，这就是一个逃逸路线。一个无缝接轨的逃逸路线。高教工会指出，政院版的草案第24条明定，这专案辅导学校会当23年之内依法来申请改制合并转型，甲教育部版本内底所定的，若辅导无改善，应该全面改派公职董事，嘛全面停止招生，隔年停办，嘛爱马上改善执行校产归公的方向，这是完全颠倒病。怎么又会有大转弯？创造了一个漏洞，来让他有3年的时间，来把师生赶走，来把校产沦为私有呢？我们的确感到非常的疑惑，也非常的愤怒。全教总嘛指出，正义版本和私校的财产信托无去，公职董事嘛无去，代表监督机制消失。这设计原本是要避免经营者伫退场进程甲校产搬了，或者是互公众监督进入董事会。即摆版本恐惊是开门，互私校的经营者更较有乌白来的空间。记者林志文5家报台北报道。咱来看苗栗有一位15岁少年家哦，伫这个月13，一个人带5碗泡面，嘛无啥物装备，就讲要去挑战南投的安东关山上拿饼哦。后来是甲厝邻的人失去联络，虽然这个少年家哦伫天池山中互找到，也毋过救人的过程，煞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那么做回来了解。山顶的气温低，风势嘛真透。登山客伫非常惊山壁面顶，小心踏稳每一步。这是南投林高安东关山，地形非常的不好行。但是苗栗一名15岁的少年，这个月13号，敢若穿了运动裤甲薄薄的衫，摕着5碗的泡面，就要家己来爬山。计划要进行5天的纵走行程，但是入夜了后失去联络，家属非常的烦恼，报警来找人。搜救人员最后伫天池山中发现伊，就是有个登山魂在那边。会通报是因为他真的装备是不足，而且太低温了。那气象报告说有寒流。少年平安救回来，后续去引发了其他高山协助人员伫网络面顶的反弹，批评南投林管处人员。伊家属甲警方伫山骹非常烦恼咧等待为由，在4号饭点天也袂光的时阵，就拜托天池山庄协助人员，以机车甲少年紧急送落山，无注重大家安全。南投林管处承认有这件代志。但强调事前有征询这名协助人员的同意。家属还有警方在屯园跟山口很焦急的等待，而且这个少年似乎也有继续登山的这个意愿。那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就在经过协作同意，然后在山庄管理员的陪同下，安全的把他送到屯园跟山口。
南投领管处解说，这名少年爬山意志非常坚定，伫评估状况了后，决定紧的予伊落山。有2名林务局人员坐一台机车，一名高山协助骑另外一台机车载少年落山。这个事件嘛引发山友伫社团的讨论，希望政府应重视山林开放了后，个人登山风险意识的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又有少女去甲网友见面失踪，高雄市一名15岁姓黄的少女，伫这个月11甲一位22岁查甫网友见面，后来就找无人，处理人报案，警方查手机啊、甲车牌的系统哦，伫12查到人甲车，是伫南投县仁爱乡往合欢山的路里找到这2个人，这查甫人后来嘛，互警方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员甲同行机车查落来搬走，即个提案的，就是去互通报协顺的15岁姓黄的少女。若是家己在即个22岁姓李的查甫人，嘛去互带转去派出所。这个月11，警方接到报案，带伫咧高雄的15岁姓黄的少女，甲22岁姓李的网友见面了后，就去互载走，而且嘛无转去处理。经高雄与那个云林警方协寻未获，本分局员警在台10甲线20.5K。寻获该名少年及黄姓少年。警方透过姓黄的少女的手机的位置，显示出12个人经过婚姻关的拿来乡了后，就以车牌辨识系统发现同型机车拄12中途开始进入第14线保务公路的仁爱路段，了后就来启动拿走。下晡3点外，伫咧第14架线20.5公里的所在，发现这2个人结束这场找人的任务，总算互家属会当放心。若是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嘛，去互伊录有罪来移送地检署。专家表示，青少年伫这个时期，期待去互人关心甲注重，家属嘛要注意囡仔行为，还有因伫讲的话。当那个家长发现孩子他的网络的一些使用比较频繁，然后网络上的一些活动能够多关心一点，那这样子你也可以会比较了解说孩子现在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他有认识到什么人。立法人民表示，厝内的人除了对青少年爱加保持关心，嘛要注意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若是真正要出外，要尽量保持联络，还是甲电话拍开，才会当避免这款的代志过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伫台东发现一只乌熊，互救出来，嘛送到屏东科技大海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因为伊的脚互吊索拔掉的，空喙烂去，目前嘛已经先锯掉。医生嘛发现讲，这只乌熊的身躯有3个所在有掉穿的空喙，目前咧继续治疗，嘛要调查用枪到违法。这只乌熊身体正气，倒伫咧面床顶，兽医师正伫咧处理的详细。伊的正边的前骹空喙拢烂去，只好先甲正边的前骹锯掉，以免恶化。验过伫咧验伤时阵，也个发现伊的身躯顶有3个枪支壳的分量。有2颗子弹是卡在骨头里面，那有1颗子弹已经取出来了，那另外1颗子弹因为卡在骨头里面，并没有伤及到要害。那未来我们会看这只黑熊复原的状况，再做后续的处置。这只受伤的乌熊经过初步检查了，判定伊无够两岁。进前伫咧台东的坎丁村被当地居民发现，卡伫咧用来掠山猪的陷阱内面，无法度震动。台东林管处接到报案了，会同兽医师甲保育单位的人到场解救，送去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做治疗。术后到现在，黑熊已经有喝了一些水，然后吃了一些流质的东西。那目前黑熊的状况，整个精神上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台东林管处也提醒讲，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规定，乌熊只有伫咧危害到人类的性命、公共危险的时阵，就将紧急进行，才能该抓或者是抬。若无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要若是涉人对这只乌熊开枪，警方目前已经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华人的红叶村地热的开发案，当地民众意见是真无相同。开发公司最近第2遍去开说明会，因为部落会议的主席宣布讲，后届的说明会会投票来决定。也毋过自救会成员是真不满，因讲说明会毋是部落会议，有啥物资格来投票决定呢？反地热自救会成员随时接去花莲地检署告业者伪造文书。替说明会签到，当作部落已经行使同意权。业者13案又过去红叶村开第2遍说明会。我们希望有个窗头，有那个平台，
真的可以跟他们讨论。目前的话是没有，我们也是有各自这样子拜访。开发公司伫会议上提出，补助10到12年的补助，每一户1个月300块的电钱。不过村民对开发案的协议过程是不是合法，也个对补助的影响真怀疑。他说6月份县政府那边都取得合法，你7月11号再来开说明会，为了要讨好村民，说以后有回馈。以后怎么样有工作做，叫我们怎么相信你？要补助会议主席宣布，后一面要行使补助资商同意权投票，引起不满。主计会讲，说明会不是补助会议，不当决定公共议题。我们下一个程序就是说，下次就不要再做一个说明，我们就是直接就是行使同意权，就是一直让厂商去做一个宣判。今天是厂商的说明会，不是部落会议，为什么可以在这边来提出这个临时动议？主计会强调说明会无正当性，中央是强调开发的所在是私有地，唔免补助同意，双方无共识。红叶直立开发工程是还阁直立继续，明年4月会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飞无人机的比赛，按什么伫2020年的世界运动会来正做这些比赛项目，这项5G 的技术嘛长的发展哦，嘛应用无人机的比赛顶头，更愿意利用科技创造出整合的虚拟实境的比赛场景，咱做伙来看卖。无人机快速踮天顶走闪障碍物，而且除了真实的场面以外，佫虚拟障碍物嘛会闪。这时阵对无人机第一时间拖倒转来，互比赛者目镜看到的画面，速度就真关键。画质上面跟它的反应力，我觉得它就那个反应力是真的很及时，是我觉得蛮好的。虚实整合是一项非常新的一个突破。对，那我们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提升，未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带到国际上，让国际也能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5G 技术传送到选手目睭前的画面，敢若慢0.05秒，唔难改善画面传送的速度，也通打造实体甲虚拟结做伙障碍比赛，甚至无人机弄着物件，选手也感觉到震动。一秒的时间就30公尺，所以你一看到什么东西要闪过去，我就只给你1秒啊！所以我们这低延迟的特性，在这个电竞无人机就是最能彰显的5G 应用。低延迟还有高速的，这是2个特性可以表现在5G，用5G 的技术可以呈现出来。未来这项技术，佫会使使用电智慧医疗顶悬，结合5G 甲人工智慧，而且透过产业合作，互台湾5G 技术在世界上继续发光。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再来看桃园的原地大学，伊嘛利用无人机来结合历史人员的科技，设计出一台智慧轻力无人机哦。最近是成功飞去龟山岛，又搁顺利飞转来，咱做伙来看卖。这个直升机造型的无人机豆豆飞去哩，原地大学的老师甲学生，还有无人机的厂商，做伙打造原地智慧轻力无人机，参加科技部2020热能无人机创新大奖比赛。创下轻力无人机来回龟山岛的纪录。这个竞赛很困难，一方面要有这个氢能的储能设备，二方面要有无人机的技术，那而且要飞到龟山岛再飞回来，要25公里以上的续航力。伫咧龟山岛的挑战赛内底，8公斤重的原地智慧轻力无人机，1点钟内往回25公里，而且还佫爱做空翕、资料传输等等的任务，是真无简单。甲传统用锂电池无人机的续航力来比，传统会干那30分钟。也若用燃料电池的无人机，伊的重量是20公斤重。无论是会当动咧飞的时间，或者是重量，原地智慧轻力无人机拢有真大的突破甲创新。像我们可以飞到龟山岛来回，我们那台飞机这样的话，至少就是30-40公里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以这种距离的话，你要去做很多这种配送什么东西，就会相对比较可行。这样。氢能无人机如果应用在什么山区的救援之类的，我们这种直升机的这种设计会比较方便一些，对它的弹性会比较好一点，不会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就不能飞行这样。原地大学表示，热能无人机飞龟山岛，主要是要检验敢是会当突破航程距离的限制，会当伫咧交通无利便的所在做远距离的救援，还有减速等等各种的工课，相信无人机的未来，还佫会当做喷农药啊，还佫有运送物件等等多元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
胃癌是国人10大癌症死亡率的第8名。伫过去马祖是咱全台湾胃癌发生率上悬的所在。伫台大病院佮地方政府合作大规模来体检，佮有做教育来防治，发生率已经减少5%，死亡率嘛降低2%。这项计划已经进行15年，是全球头一个实证的研究哦。这个月嘛，互胃肠医学顶尖的期刊选做方面的故事。马祖过去是全台湾胃癌发生率上悬的地区，造成的原因除了食食的关系，譬如讲常常食济盐、烘的、生的食食以外，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嘛是引起慢性胃炎、致死胃癌的主要原因。好佳在后来伫咧台大病院甲地方政府合作之下，推行全民均督法，大规模进行胃癌体检甲防治，总算降低马祖人胃癌的发生率甲死亡率。不仅仅是消除了马祖民众对胃癌的威胁。那对全人类减少胃癌的威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台大研究团队表示，2004年时阵，马祖民众幽门杆菌的流行率达到70%，后来经过分期检验甲内视镜体检，佮加上抗生素的治疗了后，到2016年，胃癌的发生率已经成功降低53%，2018年胃癌死亡率嘛降低25%。若是这要15年的研究成果，嘛是全球头一个实证研究。这个月去胃肠医学头条期刊放伫咧方面介绍。有一些警讯症状就一定要去求诊哈。第一个是有肠胃道出血的征象，比如说有解黑便。然后第二个是新发生的胃的不舒服，然后那合并有体重减轻，或是说他是家族有胃癌的病史。医师强调讲，有超过8成的胃癌是由幽门杆菌感染所引起的。若是以成年人流行率31.4%来算，全台湾超过590万人是大菌感染，所以提醒民众超过50岁以上，一定亲有胃癌病史，有12指肠溃疡等等的消化道疾病的时阵，建议咨询医师来做体检，降低胃癌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行政院消保处最近是针对各地观光渔港25间餐厅，抽验其中的18间的沙西米发现有14间无合格，甚至有海鲜店的沙西米生菌数是超过标准7.8倍，嘛已经要求按限期来改善。14家不合格里面，有的甚至超标到7.8倍在生菌数这个部分。那也有些业者他在大肠杆菌数原则要求在那个1000pp 1000个单位以下，它竟然超过1100个以上的也有3家那超过1000的话里面有10家这个部分都是量比较大，而且违规性比较多的。消保处表示，18间业者的沙西米内底有8间大肠杆菌超过标准有6间是生菌数超过标准。虽然拢有要求按限期改善，不过嘛是有1间无通过，总计会罚300万。因为沙西米是生食，若属无卫生会食歹腹肚。消保处嘛呼吁讲，是所伫明年的稽早，爱针对观光渔港的餐厅来做微生物的检验。再来看消基会调查发现，讲阿英仔食的米精、米糊也是米饼有重金属超过标准的问题。农委会是表示讲会去追查原料米的来源，目前红点名的产品已经回收嘛开放予消费者来退钱换货。为着补充人奶甲牛奶内底无够营养素，未少家长伫红年4个月到6个月时阵开始补充米精、米饼，还有甲果子、外乎幼等等的副食品。不过顶一日消基会伫湘北的大卖店，还有红年用品专卖店、甲网络等等的通路买20件米精、米糊、米饼等等的样品，结果发现讲，包括宜丰糙米米糊、旺仔营养精纯米饼，还有喜家园米饼糙米等等4个样品去互验出的量是伫0.05到0.3 ppm， 超过限制。消基会讲，重金属对红仔还有幼囡仔，可能会造成低磷发药丸等等的问题。虽然说这一个食品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假如说是果真都是用我们台湾的原产米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农政单位可能也都要去注意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米的产地农地是不是有遭受污染？我们算是米的大宗厂商，我们是配合这边政府或农会、农粮署那些推荐厂商我们来做这些采购的。现在详细的部分，我们工厂还在做一些调查。的验土是它是未检出啊，我耕作是不放肥料的，我可能会验商品跟验土，可能都验一下。
根据食品当中污染物质，还有毒素卫生标准的规定。以绿的标准来讲，红眼甲幼囡各无类辅助食品，还有副食品绿限制量是1公斤0.04毫克以下。若是互一般民众食各类的食品，绿限制量是1公斤0.4毫克以下。民间的这个检验中呢，有4件疑似不符合我们标准中的这个镉的标准，那相关的这个辖区卫生局都会进行稽查。农委会表示，会进一步了解使用的米的来源，若是台湾生产的米，就会对查农地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也若有咧卖这4款无合格的商品的店头，亲像爱买的各分店，拢已经落市无咧卖。也若家乐福目前嘛已经甲旺仔营养精选米饼落市，消费者若是有疑虑，会当摕发票去退货或者是换货。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中研院的团队利用基因佮化石的资料分析，认为讲全球第一丛会发光的菇类应该是出现伫侏罗纪时代。相关的研究未来会使应用伫对种癌细胞佮生物检测等相关的领域。一类一类会发光的菇类，看起来是真神秘佮特殊，是安怎因会发光？学界是真好奇。2018年，俄罗斯的学者发现讲，菇类会发光主要是靠4种基因，而且因的基因体拢伫咧同款的位置。这个基因体的结构，还有因安怎演化，中研院的团队有新的发现。举例来说，就是说，大家都有2个眼睛，那可能以前这个物种的祖先都有2个眼睛。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发光训内，我们发现其实是这个祖先有这个发光的基因，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都没有了，大部分都不见了。研究团队采集台湾4种会发光，甲1种未发光的物种，来分析伊基因的序列，利用基因还有化石的资料来分析，发现细蕊菇的分支、蜜款菇分支、豆仔菇分支因有共同的祖先。推测全球头一类会发光的菇类是出现伫1亿6千万年前侏罗纪的时代，而且伫白垩纪时代分化做细蕊菇分支。第一个是实验细胞上的标定，在老鼠的癌细胞的话，其实可以看它们在活体里面怎么样去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植物，如果转植到所谓的烟草上面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容易很多，然后亮度也高很多。研究团队指出，这是全球头一个发表的细蕊菇分支完整基因体的研究。目前相关的基因会当应用伫对种癌细胞、生物检测等等的领域。未来嘛会持续探讨物种调控发光的机制，希望会当提升生物资源的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奥会伫前几天通知咱的中华奥会，咱国亚当的选手柯淑净会使递补2012年伦敦奥运的金牌。柯淑净是讲2016年伊就知影金牌的哈萨克选手叶尾检验无通过，互取消金牌。也毋过，煞伫4年后才宣布，伊嘛会使摕到362万的国光奖金。2018退休了后，柯淑净会去基层来帮忙。即马伫咧国立体育大学读博士。12月初，伊接到中华奥会电话通知，要展开2012年伦敦奥运女子亚当53公斤级金牌的递补作业。因为等蛮久了吧，所以就觉得，就是总算等到这样子吧。为什么是总算等到的感觉？原来是2016国际亚当总会已经宣布，金牌哈萨克选手重新药检依然无过关。国际奥会有流程爱行，确定行线才来函通知。按规定，柯淑净会当去 IOC 的总部国外比赛，国内比赛或者是奥会颁奖。在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将赎净选手的银牌先缴回 IOC。如果是最快的方式的话，1月底左右呢，这个 IOC 才会把奖牌寄给中华奥会。体育署表示，等递补完成会补发金牌国光奖金。因为柯淑净是10月领，为2012年11月算到今年12月，补发362.6万的国光奖金。当初他是银牌是3万8，所以差额1个月是差3万7，所以现在每一个月补的差额是3万7。国光奖金的办法2015年修改，柯淑净2016里约奥运摕金牌，1个月领12.5万，加上递补的金牌奖金，估算逐个月20万。伊讲平常时无虾米开销，主要也是会存起来。记者新志明台北报道。
咱拢知影社区要发展哦，是科位的环境是真重要。婚姻关好尾昆地社区，就向政府来申请经费，就志工做伙来摒扫，甲环境是整理甲真清气。佮伫路边种一寡花花草草，望社区的民众会使有好的生活品质。用骨仔甲土挖出来，做好一空一空，再佮甲花花草草种落去。婚姻关好尾镇昆地社区的志工，大家拢非常认真，要甲这片草坡整理好水，就是无要互居民踮社区住了有舒适。卫生较好，较无放啊虫啊。你较早拢草足黑的，阮即摆是甲改善落，一个草叫卡拉机来拔掉，即摆则做一个立美化，比较这大路较好看。这片草坡伫咧昆地社区大牌的边仔，无人整理，地树草啊是发甲真严，草一个多，都有人趁势乌白片粪扫。环境是阿早非常，也社区就向县府申请经费，就志工甲本地垃圾的环境变好清气。附近的居民看到草坡整理甲真好势，是真愕乐。以前少很多，现在是很漂亮。怎么说很漂亮？就是种花这样很干净，很漂亮啊。一个社区若要爱发展，环境舒适就真要紧。不过环境若要爱舒适，就需要众人合作，才有法度维持。其他昆地社区的居民会当倒出来，同齐为家己的土地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婚礼哦，有一个做细阵是名红仔的模型师苏建林，伊无师自通，家己想家己做，做出各种的是名红仔，一做到几10年。伊讲哦，这么较有会，伊嘛望会使甲伊的手艺传予后世，望北港的在地文化会使来代传。这个电动红仔会当甲音乐跳来跳去，制作的人是头家苏建仁。伊的店外口看起来是银楼，但是内底拢是满满的小红仔，有足侪拢是大家拢捌的，亲像妈祖、土地公、财神爷。啊，看到水水啊，古水，然后就来变看卖。咱要做一下，虾米咱就来拜托人。啊，有诶雕刻师伊都有钱要趁嘛毋趁啊，啊，所以咱就家变啊。变久了，我认为讲这个物件就是变久了家己的啊。为画图开幕大纸，拢是头家无师自通，对着手路愈来愈好，渐渐研究各样无共款的红仔。你也有点耐心嘛，慢慢来做嘛。啊，即摆嘛50-60岁啊，50几岁啊，还没教囡仔去做啊。主要是想要推广这个在地的那个文化。然后像最近就是比较流行这种那个模型庙会嘛，就是要把它发扬光大这样。苏建仁讲，伊即马有会啊，较少伫咧做红仔，慢慢将技术传予下一代。伊的后生嘛坚持传承在地文化，互更较侪人因为因的手艺感受到宗教艺术的水，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国外英格兰有一栋厝的外墙，最近是互画100个老大人拍卡手，结果加出去拢落出来的图。英国的街头画图的大师班克斯就讲哦，这确实是伊的创作。这间厝原本是要卖人，也毋过即马因为这幅图变甲真有价值，所以厝主嘛就是无要卖咯。这个负责人拍家墙，因为受大力，去年的拐啊、卡网拢落去，加出去嘛规个飞出来。这幅图雄雄出现伫咧英格兰布里斯托一栋主体外壁。这个月初十，英国乱造大师班克斯伫咧 IG 抛出相片，证实这幅图是伊画的，顶管写合唱，引起网友回应褒奖。相片内底呈现负责人拍家墙，规个人看起来若像去互喷甲飞出去，骹包嘛落伫涂骹，手里的雨伞嘛开花的模样，嘛因为雄雄出现真趣味，即几工有真侪人拢去欣赏甲翕相。What lucky people to have this just on the side of their home. It's incredible, and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where we live as well. I mean, the whole enigma of Banksy is just some of this kind of worldwide renowned, really. 这栋主题伫英格兰上架，而且带到22度的维尼街，拄拄架下骹向顶悬来看，负责人拍家墙的角度，看起来是甲规排厝嘛喷甲歪起。I think the wit of doing it going uphill when you see the photograph on the Instagram with the guy with the umbrella actually really adds to it. 这栋厝原本最近有要卖，啊，毋过因为班克斯的壁画去用高价厝价起，厝主就暂时无爱卖啊。目前细厝住伫内底是一个28岁家具制造商，已经用一块透明的阿克力板甲壁画保护起来。
这已经毋是班克斯伫疫情期间第一届突袭创作。今年10月份，伊伫诺丁汉的街仔路，嘛偷偷画100练啊呼啦圈的查某囡仔，搁伫壁画头前停一台无后链的脚踏车，嘛互人甲画内底查某囡仔摇年底摇的呼啦圈连相做伙。即个嘛是先画好，才承认讲是伊的创作。7月份嘛将互去伦敦地铁车厢内底创作，有真侪只鸟鼠出动，一只鸟鼠甲尾吊伫咧花杆顶悬，手呢是摕消毒药，啊，搁有一只用喙暗做降落伞。不过因为地铁规定禁止乱做，作品已经去互处理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北韩的动画产业伫全世界真出名。事实上，北韩敢若有一间动画工作室，是真侪外国企业拢小姐要合作的对象。英国 BBC 就捌报道讲，上无有70多间的公司想要拜托因来做动画，到底因是到伫对？咱带乡亲来看卖。宫殿空旷场景，带领观众行入去朝鲜的过去。这是北韩最近真流行的动画《国主王》，描写溥仪王子自亡建国的故事。动画人物动作真流利，是北韩平壤这间动画工作室4月2日所制作出来的。4月2日是伫咧1957年成立的，嘛号做 SEK， 伊是国营的动画工作室，嘛是北韩唯一一间的动画制作公司，甲国外其他的动画公司同款。4月2日有摕画图版伫咧画图的动画师，嘛有真注心伫咧调整声音频率的录音师，嘛有专心专意投入演出的配音员。 만화 영화에서 대사 영상은 매우 중요한 자리를 차지합니다. 이번에 우리는 역사 만화 영화 거주몽을 창작 완성하면서 배우들 속에서 무게와 깊이를 보장하는 데 중심을 두고 진행했습니다. 虽讲北韩互外界印象拢是威权古板，啊，毋过因的动画实力完全无输予其他的国家。BBC 进前报道，北韩动画品质真悬，成本真低，包有70多间外国公司要来甲因大港合作。全球100大影响力的动画工作室当中，4月2日是排第85。啊，毋过因为北韩对相关资訊拢真保密，实际产值有偌济嘛拢毋知影。只不过北韩家己做的国产动画，一般拢有政治宣传的目的。 우리 이 작품을 통해서 우리 인민들과 청소년 학생들, 어린이들에게 우리 민족의 우수성, 유구성, 찬란한 문화를 생동한 화면으로 재미있게 보여지기 위해서 이제 좀 창작을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고주몽이 현재 33, 34부까지 방영되었는데 어린이들 속에서 상당히 인기가 높습니다. 北韩官方媒体讲，最近伫放送的《歌主梦》伫民间是真受欢迎，制作集数已经超过30集。啊，毋过路透社指出，无法度验证以上的讲法敢是真的。BBC 是指出，北韩的动画师有天分，而且功夫真好。啊，毋过国内对艺术有绝对的要求，嘛，互因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澳洲去年发生真严重的火烧山，真侪地址阁无买险去火，消息有的是烧烫伤，有医师就发起募款，甲卡车改做行动病院，内底有真十全的医疗设备，使去世界救动物。车身是白色的，顶头印一只无尾熊。这台不是普通的卡车，是一间野生动物病院，用半挂式卡车改装的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 自11月2日开始，伫咧澳洲帮助野生动物。It's relief and excitement. Yeah, and it's there's a long road ahead, but it'll be we know the road's sort of off to a good start. 移动式动物病的想法是兽医范米尔所想出来。去年澳洲发生野火，伊看到几60只被烧伤的无尾熊。 坐伫咧水杉林内面等人救，心正酸，所以发动募款设立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开70万澳币，差不多1470万台票。车顶有药啊加医疗设备，包括超音波、电光机、手术区加恢复区。I can give them the medicine and the pain relief and the fluid therapy, and actu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and then treat them. 包括范米尔在内，兽医加志工会伫咧车顶助阵。 动物团队也正肯定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 It'll be ready for this fire season, but for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无限制救援的科技，会看情形线震动，希望尽量赶伫咧第一时间提供治疗，互受伤的动物得到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